德甲即几年互看作是绿金产业，其中这高雄镇内面积超过1.4万公顷。不过，这德甲地民生需求是愈来愈低，地区德拿老化严重。最近，咧高雄市的农业局正咧推出用机械草德甲，除落来德甲呢，也会当搁再利用创造新的价值。竹仔放入去破喙机，连面就要加喙做成糊。用机械炒竹仔的速度，确实有影比人工要搁较紧。这个家族郑德顺种到第3代罗定南，伊表示过去农民会固定炒竹仔翻新，不过这几年农村人口哪来哪少，真侪竹拿有几若10年拢无翻新，竹拿的健康状况嘛哪来哪歹。状况较歹的部分，我会甲伊拍成糊，拍成糊了就作为水土保持的一寡铺料，土壤啦会使保持会掉，较袂拄着大雨就流失去。根据统计，高雄市竹拿的面积有超过1.4万公顷，不过竹拿老化会影响减碳的效果。高雄是全国头一个推出用机械炒竹仔的示范计划，保留生1年的母竹，让竹拿会当重新成长，加强碳排的能力。竹哥会当完整保留落来，让在地社区协会发挥创意，做成各种民生用品甲艺术品。竹仔即摆使用率就较无遐悬，利用竹仔要搁互伊再利用，无伊加的变腐嘛是无去做无采，所以我感觉竹仔要做是会使，只是讲爱有一寡技术者来甲咱指导，做一寡。咱毋免讲做甲足精密的物件，利用迄个竹仔，搁来做讲咱所有需要的物件。运用机械取代人工，互竹拿再生，毋但提升生态环境的效益，结合地方创新，嘛重新找到竹仔的经济价值。记者邱朝阳高雄报道。